我特别是现年你们听听你们也提出的八台马拉一个人给改嘛的我，有个呢木瓜呀给手机，前面给手机，天里听你嘛，我里听你给呼吸我，搞不定那就比那做过给人家10年之间啊，但有个呢专木瓜呀给什么个听你给下我别的嘛。天天算了到时候，前面给是个天天给我，有这个天天路呀我别的嘛，天天讲了都行啊我，天嘛拉拉都嘛叫天里嘛拉拉，一个嘞路嘛的啊我，天天当嘛不多，现人家可不，现人的后人是的后，是皮也别花木大生啊，现人的嘛太嘛花木了，个人啊我不多，啥子什么不，那个我啥里有的谁的找他。因米瓜就配不得绿豆个那么木瓜西瓜饼啊米，因你个那么米，谁接受是你，谁接受俺年你绿说不来实的你用了大，你们嘛许个外大，俺们还拉是听你们的，我们一起嘛许个别有人呐，失去了么大，一个两个，听嘛的拉拉多嘛叫我讲不多花吃送年去花吃那当的嘛，一嘛明年推的用啊。买的哈哈木木柜台，弄得明年过10次苦吃年子里，嘞，弄了以后我，提举老师我半年，我他说教过嘛教过我们东噻，哎呦，咋个来你过提年的大事我是个，别的嘛，这里教过了多的我，实在你们哪搞多的我的他个里子，嘞，有年听啊202米，听没得提得那么大。这个马帕杰西的话，这里可多家的，是的嘛多家，为但俺那边那做过企业的，马帕有说这个马帕大尾巴巴不，把干木可路过，还把你妈吃第二个老他，那个么些人呢，也没有打这个多家没有的，里这那个马帕有说没得过，干么呢？搞了，密码光里吃你妈对手里得叫个这人呢，都家起码这里咋的嘛呢？有钱呢，有渣呢，里我讲跟的天里买嘛的就是嘛米要叫下那个，我们节路节嘛，我发了他，我里要个车子，我里你分你略什么？们那你的话，我里这个木拉他那你我里这天呢，谁把垃圾不？这里有从木的木头，弄个里里大，俺那他个这个来咱们来的点样我的都家了，我们里一嘛那别的嘛那么治了就木的嘛那治了那就。我们我个是吃的特的嘛叫，这两个木瓜吃的得意嘛的，这里干嘛不多，现在就你叫在那里可是的花吃，谁头把老师呢？你快试试那个，们的个米日路一说，这里路把我在一点说呢，这个米日说有个呢，里那个呢，农业木头嘛个马哈律说这个得那个搞，弄这个捏苦瓜路包的起码我捏苦瓜。电子我那个弄20的是，弄个的可个是里的可个嘛是里年的嘛，也的嘛没的嘛，我啥那个还的可的那哪里嘛是，哈律了那20嘛啊，我那个呢有呢来是有一嘛来提米瓜边米啊哇，但你要过就俺们那个在那对的那当然提可的个印的嘛，谁面妈咪和都许多妈咪嘛，里，嘛个的我到什么多的第一年我被那里。不弄得太我个推过之下里，嘛得是关那个弄得我有嘛，他这个年苦的大年子我来，弄得可个嘛别个的嘛，下年วันนี้有带俺们弄里嘛一到嘛打来，别的嘛是怕有带提的别了工提的是带没有花吃，就别呢嘛我带人现在都贵带人，叫过来提次我们嘛都个嘛太没太，从现在的米日都个嘛一直中做在在那里，一直做，可能不多一直关键有个米花吃，CC 里意思呢，是讲米带没带嘛，可能那么可晒出来边嘛，就是这个可米提的喽，我嘛里嘛吃，我啥那个，提的诺提有可你分你了嘛，带没带米，我嘛我啥米动工，晒他把里吃，我只晒头是呢。有那明年过的巴扎里搞了嘛？
给古扎里边都搞了嘛，没吃扎里边都搞了嘛，出扎里我，嘛么嘛年谁家里呢？米了他吃了吃哩，木了是搞了他，俺年还多么可吃哩了多的啊，这里干嘛不多？还就你觉得有没有十家数，有没有三面一起三面个数，是怕没有面，一年发嘛去过，啊可嘛一么么，或者吃手机来别的嘛，你们的话。日课比课时啊比日课，别嘛呢？体力啊高兴啊我，日课课时节目课，体啥课嘛呢？别课嘛呢？啥不吃杂的比不掉行啊？日语课别嘛跟忙工，课时别嘛跟忙工，节目课别嘛跟侬体力演员体力一个呢别嘛节目大嘛别课，体啥课嘛呢？啥不吃杂体几个里边，五体他嘛别课的嘛啊。日课比剧课比课时比节目课，头那里啊，拉体力高兴啊不？日课在破蛋那里，日剧课在破蛋那里，20米嘛节目在去给了我，嘛破蛋那里节目在去给了我，没得嘛他们的字，对我他妈都讲人家的，耶稣就陪吃你有嘛的都讲没我，耶稣就陪吃你有嘛呢？有那就陪的边个？我嘛可阿们还，阿里那大个一个，或父母管那呢 disciple 不要是第十九步 ，friend 不要是第十九步，而且有对嘛呢 friend 没得话就陪的别看见 disciple 别嘛，里送我里路嘛那步，路那呢我里过里嘛你说你嘛路啊不是耶稣就陪别的去了，就陪别的奴兵我在地母啊我是就陪呢，我里我来回就陪，我里阿咪 disciple 别嘛对嘛处处。我个说呢，那里提走嘛，里边当嘛提出数，耶稣的出数，就陪吃你有过了过，有大提有爸爸，有大俺们一路还为没有爸爸妈妈路还话只哈大也是呢，耶稣刚才出掉我来，就陪吃你有嘛阿里呀年里，我是儿子只强也是提里出掉嘛比提里，提三哈掉我提不掉我，有大的话只是但是讲你分你律师嘛啊里边当啊。啊，师傅你啊，别打呢。是你有一口瓜口子抽瓜叫瓜叫啊咪，你律师不呢？哎的嘛，还我姐说的爸五张，别五张，别是菩提派地派，大夫了的嘛，耶稣不带大夫了的嘛，我提子嘛，是你有提子嘛，远远给叫他。你分你律师你低了都做嘛呢？有大的没做下那个啊那，做苦苦子的有嘛的农夫没做哪里嘛里嘛都讲嘛。你对是哈利波说嘛公嘛配说，一过后嘛就说这铺没事嘛，有跟那当我人看，嘛他一年在一光噻，有的俺们出咱你6年的你哪知道啥个的你，是你有过了个哈利波大嘛出咱提有点啊不，我的妈是些头啊嘛就那我的俺们有你6年多了头里6年前呢，是你有过了个阿弟哈利波不必付点什么有当我，过了俺们。一口那个只茶嘛的是主要是吧？比茶嘛，啊是吧？妈咪家嘛得抬了，你嘛路边的，你嘛路人，可多嘛那里呢？米贴的，不给你是干啥？那你嘛是地铺路你嘛什么？可学的嘛的路户你嘛是嘛不多？刚那年一表，他嘛的铺所漂了。耶稣侬就培养我，侬手咋养我，哪里马年过来求的我，哪里今年过来激动我，哪是咋年过是咋的我，打的嘛在哪不是你，因那个这里，穷嘛做的嘛不多，可惜做嘛不多，一年服务你谁面过过的哇，那你也别傻皮了嘛咪挂面都讲你，那你也别傻皮了嘛以后的年把那把别嘛，这比如个。啥不让我第二次提妈妈呢？你们还没有提巧夫不是呢？职务上面结果地府那就，我过云南嘛不有，我的哥他妈喊你那个，因为你妈个那你要是啥皮那个，你妈差多了哇！把那的提的发啥不来？有个提出来，别他妈别胡了他，妈怕他们特别哇皮头的，妈怕皮头，我那个还没提吃庄啊，怕我的皮只给我带了我。别干年是不过我屋里嘛屋他里，没能查呢这个可能别那的光，但他家的我了当然，你那搞不那铺完了，提门你们我别对上弄着，谁搞了他可对说可花上啊，
提大马里比提里啊，那你要不啥皮老不阿米，提不我长，提不我带。哦，但是先嘛，你别的嘛呢，皮腿的都叫吃了之后呢，提你妈妈从狗漂了啊，你是你啊，把媳妇身体带了边的话，你忙啊是不嘛？啊嘛也嘛，提不我长啊，没我皮腿跟哪里的啊就把嫌我，哪里把嫌哪里把嫌，别干年子呢，哪里撒娇的，狗出来或是呢，一时半一时嘛毛瓜给瓜，这个内部呢对付呢，狗里头嘛熬啊。他们也是口袋破嘛背头，家母口袋破嘛背头，他就搞老下背，你们若我啥子你不安民，他们可是他们那日口的是啊，耶稣我最背头十家狗，一生命我比虎狗，也是我比多狗，我的你人我一的知识可软呢，我们也比提我，要我那么生命早晚嘛也是把耶稣比学了嘛的没丢行哦，我的提我点进那么夜里点进有我的点进那么，他妈家母去日去他妈啊，他妈的嘛可软我们人下家嘛过啊，他们下家那干嘛过，第四第八，我过希望我，他的你妈他的母父那台，你们有过的电梯你妈，那里亚里别打，我那趁你可老他第一个嘛不多。阿里边怎么了？可讲嘛么么嘎用，我的阿弥马怕问你马是你我那带个地里丢了，真的可老大过的第一个哇。耶稣侬带领我是怕员工，农年我最比我十家说啊，我是怕人农我，侬火嘛里边我劝我白嘛，有阿弥陀里边是你过的地道的嘛我来，阿么个你带的那干啥我你楼的去干啥别他，马怕你个嘛丢了，我的阿弥为啥你来劝我？耶稣侬带劝我。我刚才讲我白天是呢，过得低了的嘛，过得低了的嘛，我们也有日句大嘛，白克的嘛啊，我带的穿啊，我你了嘛也，啥的你了嘛穿，我家过来是怕我带的，我屋头讲我，白的嘛头里白的是过得低了的嘛我嘛带一直知道那当啊，日句可他妈带破嘛的，破我半夜我啥和你大嘛也了啊，你们咋个咱们俺也。黑十八黑十嘛，做最话最少得有的人，得过来别扎到他，马怕的那年拉他的那年阿里那年拉，做把子的那年嘛啊，没咋推嘛的弄路一挂去娘我阿里个里的娘我，阿里没有人啊，咱们个里某嘛都是就看我是，阿里啊没就看。他的干嘛不多？他的是日剧口袋一直都讲那道行啊，日剧口袋嘛，确实呢，都是过去的300-200年，只有没别的。他的讲啊，问你日剧大嘛在哪里？啊，这个秋青啊，有我啥的呢？咱们路过话里呢，路过嘛那，我啥米节，初啥米节过日剧大嘛呢？啊，可怜嘛，白克的行啊，可是他妈啊，每一个人哦。那个也是在年龄化呢，过度低下我，过度低都在那里，可是家母可他妈那里长了大，过度低都说呢，他妈有咋说呢？这是怕侬，我比如什么的我可如狗，侬这个我年龄我，年龄化你长了大我，年龄他呢100克吧那大我，侬在啊年200个呢，里有那100克吧的嘛那他那里。你那么漂亮嘛？他一个里当我那个阿爸妈的你那呢？阿爸妈别去那的呢？你那么邋遢啊是？咋个咱们你那话个呢？还是怕嘛？那里别个里那当边呢？还是怕的你那么干净啊是？顾不到不你我里，你一邋遢一干净嘛那你？阿里阿米出家嘛不错嘛？对嘛？啊可有这的嘛？我不懂你们有是怕的你呢？一旦您的是你一年一大嘛，可是他妈的咋的？有道理比你们那挂一下一牛咋挂，一句咋挂？我来提河北，我啥嘛搞起嘛？特别是狗当边人，也没关键，米都拉我，也没关键，别没去啦。我来干嘛不到原里头啊？米花吃生意，我啥子那不呢？你们那挂一堆米子，米都拉生的。提过的提塞率，提峨眉率，提加尼率，
是把我啥的你那么他妈讲啊可有这的嘛啊，问你阿里提用啊米，啊就说米这个前日那都是主要白米，日那大阿们有啥多嘛呢？我去背着客户的服务器啊，得下多啊，我理里嘛下多。我那个米啥个是把耶稣的木瓜子都不比多嘛米这个，我弄的嘛手，白拉听见嘛呢？嘛手被他过哪一度嘛个？嘛手被他就进那当噻，下家嘛过进那当嘛。哦，那么我听你嘛过，是把有的嘛有，我个嘛手来听有嘛过就老下的嘛手，白拉听见嘛呢？啊可，家国米干嘛么？你嘛下面阿是嘛漂啦？我那个背头现就你觉得，你嘛冷那大上面一现你觉得冷那大花钱那个，阿么用现你过，我那从来我说呢，阿么。你差点嘛是那边弄他呗，我哩二十块阿米，花钱那大，价格那大啊，是吧？那块20块米，这个嘛就漂亮了嘛，你勒索，一来。